哦，自从搭兰里分居以来，谁也开空间谁开空间，真个失意个。现在想想，之前31年的婚姻生活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蛮明的，这种天还来开空间，神经病打错呀个。你们热得不得了，今朝。热？哎，几多年了？30。今朝30多年了啊！因为你讲埃个房间里空间可以开个，然后外头肯定不开。你开几栋呢？200楼。神经病，200楼了，开200楼，开那个4啊！我帮你讲，你开往4开10楼，你没开。要出来了，你等我上来一面，那口啊风来了。外头来怕鱼啊，炸鱼皮盖，一枪3盖。放来个屁！你这个让我拎起来弄得坏下去。碰上搿种人不离婚哪办？还是空间关脱，也是过上子兰里个慢病不舍得提呀。因为我现在选出去毛样物事，明朝一到带上海去了，黄天金行142啊，来三角中式店，毛5只大肉粽，5只豆沙粽，5只叉类粽，5只蜜饯粽，5只蛋黄肉粽。我个上海粉丝谁欢喜吃那个粽子？你其他人家个粽子棒天棒开。你这上海粉丝门槛真的紧哦。同样搿点肉，2只奥利起码便宜20%，而且伊侪不用阿拉过三个，但现在带来的侪大多数侪是回来一趟。特别是像那一种老人门前的烧水人，哎呀，上海牙死！你是在等粽子还是在等我？一道等，朝思暮想，夜不能寐。那是真的。侬买的粽子全中国最好吃。